喂，大家聽住啊！泰國大麻又有新變動啦！無論你係泰國人定係外國人，遲啲啊用大麻嘅時候啊，都可能要攞醫生紙先得啊！泰國衛生部話會推出新法例，要求所有用大麻嘅人都要有醫療證明啊，仲要係有牌照嘅醫生開嘅處方先得啊！但係咧可以喺泰醫或者西醫嗰度都得到嘅。同時咧，大麻唔係你想用就用啦，只可以要嚟醫特定嘅病，例如癲癇、失眠同埋頭痛。而且買翻嚟用嘅大麻產品都要合乎品質標準添啊，唔係你隨便周圍買翻嚟都得㗎。最重要嘅就係呢條法例可能會喺40日內就會實施啊，唔需要等立法嘅程序添啊。所以如果你有計劃嚟泰國玩花花嘅話，記住密切留意泰國大麻法例最新嘅變動啦。咁就梗係要 follow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泰國420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晒我哋所有嘅 IG 同埋 Facebook page 啦。我哋會繼續追蹤住泰國大麻嘅最新法例、最新消息嘅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出去啦。